今日想同大家講一個好多人都唔知，但一中咗咧就好唔抵嘅條例。UK Visa 2年離境條款，離境2年咧就有可能失去你嘅居英身份。大家好，我係 UK Milson。今日講呢個條例咧，其實好多朋友都會忽略㗎，但係影響極大啊！無論你係持有 BNO Visa 啦，其他工作簽證，又或者係 Indefinite Leave to Remain 永居都好啦，其實只要你連續2年冇返去英國咧，呢個特色嘅遣返條款都會對你生效嘅。根據 Immigration Leave to Enter and Remain Order 2000，即使我哋攞到 PR 都好啦。其實只要我哋連續2年冇踏足過英國境，我哋都有機會會被視為自動放棄嘅身份，無需通知嘅情況下咧，系統可以自動註銷我哋個 leave。萬一唔好彩被註銷咗之後咧，我哋係唔能夠再用翻同樣嘅簽證或者永居咧去進入英國嘅境嘅。咁點樣可以有效咁樣減低呢個風險呢？我哋會建議簽證持有人咧定期返英國，即使可能得1個 weekend 都好啦。呢個舉動咧係可以減低呢個風險嘅，同時間亦都可以留翻一啲英國消費記錄或者有效嘅證明，證明你真係踏足過英國。我哋亦都想提醒啊，因為咧如果我哋持有簽證嘅話，入境英國咧係唔會再有蓋章嘅，咁所以亦都建議大家喺個手機行事曆提翻自己 set 翻個 reminder， 提醒翻自己及早準備部署入翻境英國。喺度想分享一個真實嘅例子啦。咁A 先生啦，其實佢喺英國讀書，並且喺讀書期間咧已經住滿咗1個年期，攞到永居身份㗎啦。畢業之後做完嘢咧，就返香港定居、結婚、生埋小朋友添。咁佢喺小朋友大概升中學嘅時候啦，就決定舉家返英國啦。由於呢一個永久居民已經過咗期，佢亦都超過咗2年冇返英國。咁喺呢個情況咧，佢係需要申請返一個叫 Returning Residence Visa。證明佢哋真係會有移英嘅打算，並且提供證據，先至可以成功攞得返呢個英國定居嘅身份。如果觀眾朋友真係需要離開英國一段長嘅時間咧，記得呢一條條例，盡可能咧幫自己安排一啲行程係返去英國，哪怕係一段小嘅時間都好。覺得呢條影片有用嘅朋友，歡迎俾個 like、share、subscribe 去支持我哋。我哋好快會有新片，下集再見，拜拜。